各位工友，大家好，我係成美之家嘅主席魏小倫。今日呢係星期天，請大家呢隨住鏡頭嚟探訪下工友嘅現場練習情況，親眼係見到各位工友埋頭實操，刻苦練習。現場呢係一片熱火朝天嘅景象，內心係十分感觸。呢度呢沒有捷徑，每一塊木料，每一次嘅量度，每一道拼接都係啲腳踏實地嘅磨練。大家戴起安全帽，專注手上嘅工藝，反覆練習，精益求精，用汗水打磨手藝，用努力裝備自己。建造行業靠嘅係手藝立身，憑技術先有底氣。香港成名建築工學之家一直堅持幫助工友提升專業技能，考取認可嘅資格證書，增強就業嘅競爭力。透過紮實嘅實操訓練，讓每一個工友呢學到真本領，把技術呢練精練強，真正做到立身有專業，打拼有底氣。喺度呢，我祝願各位工學員工友學有所成，順利考牌，喺建造業闖出屬於自己嘅一片天地。多謝大家。